来看伫台南的嘉义国小有一群学生，因是用台语读剧本的方式来学台语哦。因读的是世界正出名的小王子。这个学生哦是非常认真来背台词，演戏的表情佮动作嘛拢一直在练习，是真古锥。咱做伙来看卖。走，1、2、2、2、3、2、4、2。对着剧团老师的口令，学生认真练习。因第一摆要伫舞台搬戏，而且是用台语。阮是港星球的人，阮是小王子。小王子是世界有名的文学作品。嘉义国小这12位学生分组，有的人念口白，有的人演小王子甲无共星球的人。因已经练习1个月尾，学生的表情嘛真认真。免就是爱加迄个动作啊，音爱加好对就对。现场不只有剧团的老师，阁有一位志工阿公詹进良，伊会教囡仔发音。嘉义国小的台语教育，这位阿公志工贡献足大。伊对台语文有研究，平常时就伫学校教1年到6年学生的台语朗读。这道活动伊嘛负责指导读剧本。伊家己有2个孙仔，就是现场的演员。囡仔讲台语的人啊，愈来愈少啦，所以我嘛有迄个兴趣，来斗帮忙，大家做志工，互遮个囡仔吼一个鼓舞的现象啦，囡仔有迄个兴趣，有迄个机会，有迄种舞台，因应该会表现搁较好。因为学生拢有台语的基础，5、6年的看剧本嘛毋是问题。毋过上台表演拢是囡仔的第一道。一开始，阮嘛是有带因耍一寡戏剧游戏，因为大家会当较了解讲，戏剧是啥物，会当伫舞台顶做啥物，比如讲是声音的、空间的，还是动作的，无共款。了后才入来剧本。小王子的目睭，世界看倒面会当坐咧。这回是因为台南台语话活动，嘉义国小表演2场，小王子嘛会使讲台语，囡仔用身体嘛用母语，透过世界经典的文学故事来了解台语文化。记者陈家军、赖伟做台南报道。